一名食润饼糕，这是习俗。伫中华宝岛的这润饼皮业者呢，逐年伫这个时阵，这个店门口拢排真侪人要买这个润饼皮。今年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呢，业者考虑着讲社交距离，头一摆伫涂骹为一个一公车排队这个分界线，嘛头一摆呢准备这个号码牌啊，要分线排队的人。这个是一个200，一个100。一透早就真侪人要买润饼皮，不过咱详细看，这排队距离有够开去。要排那个红色的点哦，那跟政府宣导户外1公尺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业者伫涂骹有的红线，每一个顾客咧等候的距离有够开到1公尺，甲永年当讲是零距离的人客人的现象完全无共。袂歹啦，袂歹啦吼，大家被困了啦吼。啊，较早麻烦啦吼。袂啦，唔捌啦吼。无啊，就互相啊。互相吼。清明食润饼，中华北岛润饼皮业者每当这时上无闲，业者嘛头一次准备号码牌，避免排队的人伤多伤长啊。这个在干嘛？不习惯啊，对，怕他们可能不习惯这样子。他只是因为今年疫情上的关系，可能我们就考虑到发号码牌。所以是首次就对了。对，第一次。政府宣导分流扫盲有成效，今年排队买润饼的人比往年减少，不过防疫社交安全距离的观念，民众拢会当接受配合。